本人患咗癌症16年啦，我接受過化療，有啲醫生話俾我知，食多啲木瓜就好噶啦，我真係照做啦，真係要感恩。位美國醫生講，佢話50歲之後啊，一個人可能係會經歷好多類型嘅疾病嘅，但係其實我哋最擔心嘅就係老年痴呆症，到時唔單止唔能夠照顧自己，佢仲會導致令到家人帶嚟非常之多嘅不便嘅。醫學博士教咗佢一套使用舌頭嘅練習，舌頭嘅鍛煉呢係可以有效減少老年痴呆症嘅發作，亦都可以改善或者減少好多嘢噶噃。舌頭究竟可以點樣減少或者改善老年痴呆症嘅發作呢？第一，佢可以幫助減少或者改善體重、高血壓、大腦中嘅血塊、哮喘、遠視、耳朵嗡嗡聲、喉嚨感染、肩頸感染、失眠。而佢嘅動作呢係非常之簡單而又容易學嘅。每日朝頭早當你洗面照塊鏡嘅時候，你就跟住做以下嘅練習啦。嗱，伸條脷出嚟啊，先向右再向左移動10次。佢話自從我開始每日鍛煉呢一個舌頭練習之後呢，我覺得我嘅大腦記憶力係得到改善嘅，我嘅頭腦清晰，仲有其他嘅改進，例如遠視改進咗，頭暈少咗，改善健康，消化好咗，或者係改善咗。學嘅研究發現，舌頭同我哋嘅大腦有關。當我哋嘅身體變老變弱嘅時候，最先出現嘅跡象呢，就係我哋嘅舌頭變硬。好多時係硬到會點呢？係硬到會咬到自己嘅。經常鍛煉呢個舌頭係會刺激我哋嘅大腦嘅，有助於減少我哋嘅思想萎縮啦，有一個更加健康